乞食，装的人去食。这个时代，传播媒体世界，政治人、演艺者上界有知名度。伫我囡仔时，上界侪人捌的是乞食。传统的社会观念内底，乞食毋是偌有阳光的头路。一个普通人要解毒，甲人伸手分食，面底皮袂堪得。乞食伫阮遐会使讲是孤行独市的，比讲袂剧搁较在稳。自我知影代志，伫阮附近的庄头，咧分食的，就敢若阮仔一个人。阮仔是伊的名，即阵喙想起来，汉字应该是阮嘛，毋知是伊的本名，抑是做乞食才改的艺名。毋过一个乞食甲人分，望人施恩，也感谢天公伯爱恩典。互伊免趁有通食穿，进一步来讲，提供人有施舍的机会，嘛是互人一个温情，会使讲是一个真适当的乞食名。我也毋是真知，敢真正是即字温。迄个时代无啥人捌字，我敢若知影是温即个音尔。大部分阮遐人拢惊替伊是空运啊，在来的观念拢想讲，若无空，哪会去做乞食？徛伫做乞食的专业来讲，我是真尊重阮仔。伊的分区是阮德维仔庄、牛寮仔庄、过沟仔、大人庄仔甲民政处，涵盖德长乡的民政村，甲二林镇的元斗里、复兴里、东华里。分区较快过派出所的管区。阮仔一支德高车仔做拐仔，一骹咸草边的夹子仔，甲一骹底切仔用的阿麻袋仔，用布链的行透透。别位仔有的乞食，干若要分现金甲较轻值钱的物件。庄脚人免哪有现金通分人，即款分的，阮遐有一个特别称呼——大分乞食。